講到2026年初，表現最恐怖嘅球隊一定係曼聯。卡域克接手之後，好快就將阿摩廉留低嗰個爛攤子搞翻掂。球隊2月先後贏咗曼城、阿仙奴、熱刺同富咸，之後亦都逼和埋韋斯咸。至於愛華頓就展現出超強嘅韌力，雖然最近輸咗俾班尼茅夫，但喺莫耶斯帶領之下，佢哋防線明顯穩陣咗好多。兩隊今季首循環交手嗰陣，愛華頓喺奧脱福爆冷贏1-0。今場移師去愛華頓個新主場希爾迪金森球場，曼聯肯定想報翻一戰之仇。睇翻往績，曼聯喺近20次對賽贏咗11次，歷史優勢都算幾明顯。曼聯佢哋有望排翻麥加亞同馬天尼斯呢對中路組合，呢點對於防禦愛華頓嘅高空轟炸非常關鍵。另外，曼智亦都預計趕得切復出。愛華頓最頭痛就係加利殊長期受傷，令到佢哋左路嘅突破能力大打折扣。曼聯近期最大發現一定係石斯高，佢已經好多次喺補時入波救全家。而愛華頓嗰邊最危險嘅終結者就係泰亞盧巴利，佢喺禁區入面嘅接應能力同埋強勁嘅身體質素，會對曼聯呢條啱啱重組嘅防線造成好大威脅。無疑預測曼聯勝率45.4%，入球趨勢2.75球以下。呢場波係無疑結果入面最接近最難預測嘅一場。愛華頓喺新球場有主場加成，防守穩咗好多。不過曼聯喺卡域克帶領之下，反擊效率極高。石斯高嘅個人能力往往可以喺僵局入面打開局面。模型傾向今場會係一場低比分嘅和波，或者曼聯小勝。